大家好，我係嚟自香港柳實五月嘅 Steven， 亦都係呢個畫廊嘅主理人。咁今次嘅展覽呢，就係幾米老師嘅繪本小風景啦。今次嘅主題呢，就係靜物時光嘅記憶啦。咁主要係用幾米老師藍色調紙嘅畫作嚟去做整體嘅佈置嘅。咁我哋今次展覽最特色嘅地方呢，就係將老師嘅作品呢，透過唔同嘅媒體去表達。例如我哋會用到浮雕基特啦，我哋會用到呢沙卡啦，我哋會用到夜光，同埋好多唔同 pop up 嘅效果。希望透過平面啦，我哋仲有幾個唔同嘅作品嘅立體公仔，最後就透過光影3種唔同嘅觸感，令到大家去更加深入了解幾米老師嘅作品咯。我哋將人生簡單地分咗3個唔同嘅狀態啦。我自己最中意老師嘅作品呢，就係《戀之風景》啦，因為呢一套係有拍成電影喺香港播過嘅，當時我都有睇到嘅，所以就揀咗《戀之風景》先啦。咁而幾米老師最具代表性嘅作品呢，就係《月亮忘記了》啦。幾米老師作品呢，就同我自己個作品就曾經做過聯成，咁亦都選擇嚟去代表即係今次展覽3個作品。一般可能睇畫展啦，可能淨係睇幅畫、睇個作品。咁今次除咗睇平面嘅作品之外，我哋透過唔同嘅變化啦，同埋我哋某部分嘅產品呢，係會拎 up 到影片嘅。咁喺平面之餘，亦都透過圖像了解多啲幾米嘅繪本哲學咯。